来到勾勾公好坊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你逛年货大街了没啊？我好想去逛年货大街哦，想要买些糖果来应景。说到糖果，就叫做桶你刚刚提到的桶就是糖果的意思，没有错哦。而我自己觉得，过年的时候是一定要去年货大街的，那边的年味才够浓啊。过年就叫做勾年。勾年就是过年了，不过啊，买糖果很应景，但我担心热量会太高不用担心啦，我看这年货大街啊，年货可以说是琳琅满目，也有很多朗达，它的热量很低，像是蒟蒻。朗达就是零食了，我一想到哦，你上次请我吃的脱水水果饼干，好像热量也不高，而且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过年不要吃太多零食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过年唔好食太多朗达，过年唔好食太多朗达。今天勾勾公好坊就告诉大家，过年零食可以吃，但是怎么吃才健康？敏华，勾年的时候就是要来年货大街，才有勾年的气氛哈。我想要买一些桶你看这金元宝的桶好可爱哦，我想要买这个桶我比较喜欢吃传统的耶。等一下再陪我去买一些朗达好不好？好啊，来欢迎试试，都可以试试看看，只要你看到摸到，都可以试试看看哦。姐，你看这里有朗达。敏华，你看这么多朗达，我觉得过年吃这种好像很健康我试试看，好好吃的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啊，谢谢。敏华，我真的觉得年货大街是一定要去逛，真的好好逛。真的很好逛，而且呢，一次就可以把年货办齐喽。对呀，所以今天赶快要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些跟办年货有关的客家话。首先就是过年才会办年货嘛，过年就叫做勾年。勾年就是过年了，而刚刚一直提到喽，糖果很应景的，而糖果就是桶桶就是糖果，没有错。而其实到了年货大街，除了桶之外，还有好多的朗达。朗达就是零食了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的一整句话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过年不要吃太多零食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过年唔好食太多朗达，过年唔好食太多朗达。今天勾勾公好坊就告诉大家，过年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零食可以吃，但不要吃太多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